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台南府城南山公墓是全台湾历史上界悠久、范围上界大、墓仔上界侪公墓。但是咧，现主时因为时代变迁，所以来面临着讲，是毋是为了人区的发展，咱应该将即个风水来甲迁葬、做开发，或者是为了咱的文化教育，也搁有咱的生态呢，来做一个传承，然后呢，咱就来甲伊全区保留。所以这真正是非常困难解决的问题。今仔日咱就带府城乡亲做伙来探讨。节目一开始，咱赶快先来介绍今仔日到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咱要来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生命事业科陈龙正科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接手的来介绍这位是南山国家墓葬历史生态园区促进会的吴昭明理事长。主持人、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手来这位是龙脉学的研究者吴明宪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你。手来这位是咱台南市议会林碧燕议员。主持人，我们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燕。是欢迎四位来宾吼，咱今仔日原本呢，佮邀请到另外一位议员到咱节目当中，但是呢，伊雄雄甲咱绕跑啦，为什么呢？因为伊讲吼，最近呢，伊所属的迄个党呢，要来进行着初选吼，所以伊今仔讲来讲南山公墓这个议题，可能影响伊的选情，所以大家安尼听起来，开始感觉讲哦，咱南山公墓这个议题，真正是一个烫手山芋的，做歹解决的，安怎讲可能拢会得罪人。但是咱反过来想讲，你身为一位民意代表，敢是你本来就爱来替咱的民众讲话，你伫地方听到什么款的声音，你敢是爱用来监督市政所以无来遮现场，你看咱美燕姐。哇，人家就是来，然后人家的服务是怎么样？然后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袂讲哦。公开场合你无要讲，私底下底下讲东讲西，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美燕姐每次的选举票箱拢开啊喊你水，这是有原因的，跟美燕姐来讹乐之类啦。谢谢。对，好，那没关系，我们4位来宾就已经非常有代表性啊所以相信小等一下来当好好来讨论。好，咱来讲到这个南山公墓伊这个面积有94.7公顷而且呢内底这个风水也就是墓仔呢，大约有5万门。到底咱的南山公墓面对着讲要来甲开发啦，或者是保留，是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带观众朋友先来做一个了解。伫淡市南区有一片占地空跨2000数百年历史的中清宝地，这不只是无数台南先民归天的所在，更被看作是见证府城发展的重要历史地景。不过，随着都市发展的需求，这片南山公墓成为争议的焦点。市府主张迁葬活化，民间团体也呼吁全区保留。一条关系城市未来甲历史记忆的优大所，才持续上演。一个进步的都市，你来看，敢有可能厝边就是这？共同护南山，护南山救台湾，护南山救台湾。在淡市政府的角度，民政局强调迁葬的必要性，局长指出，这是为了整体都市计划提供更较侪公共设施用地，促进南区发展，同时提供了合法的保障甲多元的安置方案，包括现代化的纳古塔为选择，并强调一切依照法令程序进行。希望在发展甲尊重先人之间找求平衡点。炒这个东西，对，一点意义都没有嘛。但这项政策拄着强烈反弹，淡市守护南山公墓文化景观协会吴会长甲在地家属代表的坚决主张全区保留。因认为南山公墓拥有清朝日本时代丰富的历史墓葬，是珍贵的文化资产，有袂当取代历史价值。对家属来讲，迁葬不只是刷骨骸，更是切断甲祖先的情感连接以及文化根源。所以，因呼吁市府应该看见文化价值，而不是将土地只看作是开发的目标。
阮的开机做伫遮，阮就拢还佫有咧摆，你是影要怎样用掉，阮整个家族的都弄给送退啊。因为你要变这个很麻烦啊，有的都是家族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要三思啊。对学术甲专业的角度，有专家提出无同的思考方向。因认为南山公墓有登录做文化景观的潜力，专家建议会当借国外经验，将墓园转化为历史公园，或者是生态博物馆，伫保留历史纹理的同时，满足都市绿化甲公共休闲的需求，避免强化医病开发模式。而在地民意代表嘛持续监督市府，部分议员反映基层民众对着补偿方案资讯透明，要真济怀疑甲不满。某议员对保卫人权甲文化保存的角度出发，质疑市府决策过程敢有够民主，呼吁市府应该慢脚步重新评估，尊重在地民意甲文化情感。临时强迫推动。南山公墓好气好强，这场论战不只是台南单一区域的发展难题，更是全台湾伫面对现代化甲历史记忆冲突的缩影。如何伫城市进步甲对先人的尊重、文化保存之间找到上大的平衡点，才考验着所有参与者的智慧。好影片，互咱的民众小可了解讲南山公墓的前后是发生什么代志。以后呢，咱即马要请到现场来宾吼，先来请教陈科长啦吼。科长，咱知影讲台南市政府伊针对着讲即个都市开发啦，或者是讲吼对着咱南区的发展，一定爱对着南山公墓有做一寡规划嘛吼。但是即期间呢，可能有一寡家属啦、文书团体吼会抗议吼，有意见，所以可能一寡政策有话是暂缓。有的是就讲，可能还未做决定，所以到底即马状况到底是安怎？有可能咱真侪民众拢非常想要来了解啦吼，是不是先请教着咱的科长吼？咱南山公墓呢，迁葬火化到底具有什么款的意义？首先我们在南山公墓在97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面公告进葬了。对。那在108年的时候，我们有规划做一个殡仪馆、火化场。纳古塔，以及植存专区跟古迹公园或者是生命纪念园区的一个规划。是。但是后续因为文资的原因，我们暂停规划。对。那一直到现在115年在我们整个自然文化景观的部分跟个别历史墓葬的部分，在整个文资委员的审议结果是不列册或者是不符合登录基准的。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南山公墓，我们是有希望是朝向说，整个城市整理的角度来做一个理解。那首先在城市空间的整理部分，我们认为说南山公墓在整个南区，它是一个有重要的发展位置，那它长期都是被公墓给阻隔住的。对啊，对。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做一个重新的整理，那逐步来做迁葬跟规划的一个动作，来改善环境品质，让我们附近的居民可以跟生活做一个连结。对。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是希望刚刚所讲的生命服务的一个设施部分，我们因应未来高龄化的一个趋势，我们希望建造6合1，也就是刚刚所讲的殡仪馆、火化场，还有那些纳古塔、植存区跟生命纪念园区的部分来做一个规划，让整个服务可以是一条龙的一个概念。那整个送葬队伍也不会再经过中华南路了，是整个把它是包裹在一起的，让不干扰社区，让整体能够更完善哦。那最后一点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文化自然景观的部分，文资老师那边是以文史团体那边的决议是要对墓葬群有一个保留，有一个那个评估性做墓葬群的一个部分哦。是。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历史记忆的保存的部分，针对目前100门所提的墓葬群，那最后是留下4门历史建筑跟4门的古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规划，以历史节点的部分，然后把各个墓葬群去做保留。这个部分，所以整体来说，南山公墓其实不是
不只是迁葬的问题，它应该是要透过整个城市的整理，让生命的服务来更完善，历史记忆可以保存哦。那同时让城市可以重新被活化使用。对，所以科长，安尼咱听起来吼，所以到底有没有要全面的迁葬，或是整体的开发，或全面保留，都还没有决定嘛，对不对？南山公墓高达94.7公顷哦，那我们现在大概规划是分期分区做适当的一个整理哦。那我们总共分成 A、B、C、D、E 区哈。那这样讲观众可能不了解，如果 A、B 区就是靠近我们火化场那边，因为我们打算是做殡葬专区的一个部分。殡葬专区。那 C 区的部分，目前我们已经公告迁葬了，是在1月2号就公告迁葬，那到5月31号就迁葬截止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做待起决的一个动作哈。所以我们不是说要全面开发或者是全面的迁葬，我们是希望能够做一个适度的一个开发，让整个社会跟生活连结可以更完善。哦，所以就是有分区 A、B、C、D、E 的一个开发啦，然后其中有一项就是殡葬专区，迄是黄伟哲市长吼也竞选的时阵的政见之一嘛。所以今嘛迄个所在进度是安怎？108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规划要做殡葬专区了，但是刚刚有提过，因为文资的原因，所以我们暂停了。那到了114年的4月23号，它整个文资委员在文化自然景观的部分，它因为不符合登录基准，所以也就不再列册。那在个别历史墓葬的部分，在我们专区里面跟市定古迹里面，大概有落了4门在里面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请规划公司来做设计，那也跟文资老师有开过会哦，我们跟文资处跟文资老师那边有开过会。原则上我们在整个部分我们还是有在进行，但是老师的意见是说，你既然委員的意見是不要做全面的开发，那我们做适度的开发之后，是不是做比较公园化？以扰动最小为原则，或者是说依照地形地貌去做一个整理，让整个殡葬专区可以把它发展完成。好，咱感谢科长的说明啦吼。但是呢，有一寡团体，包括讲南山公墓的自救会啦，今仔日来到咱现场吼，我们这个南山国家墓葬历史生态园区促进会，以及一些要来保护南山公墓的一些团体呢，他们是主张说，是不是要全区保留？对，那为什么要全区保留呢？是不是跟我们市政府可能要进行的方向就不太一样了？咱来听看讲历史长为什么要全区保留？意义伫倒？我是徛伫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因果报应立场历史文化，个面对这个土地，面对咱的先人，面对咱的子孙的态度，来咧看待南山公墓，其中讲的理由，完全袂当接受，完全袂当接受，完全袂当接受，啥呢？因为南山公墓已经伫存在伫咱台南府城400栋啊。拢无代志，是啊，最近有代志，这市政府抓出来嘛？市政府抓，市政府若莫伫遐加滚，拢无代志，是啊，要全区保留，因为逐个人的祖先拢白大，尤其特区，即摆所讲 A、B、C、D 啥物区啦，西门路以西以东啊，搁中华南路以南，拢有足侪珍贵的墓葬伫遐，个你要哪讲倒一项要保留，倒一项保留讲迄个啥物物件无够殡仪馆无够啦，啥物无够，迄是市政府的责任。是啊，溪南2位所在要做，因反对尔就怎停起来？嘉义、麻豆、曾经拢要做殡仪馆，要做殡仪馆，但是当地人反对，即便是过修主义员。反对了，怎停起来？火葬场无够，拢别位会当做啊。南关线无殡仪馆，也无火葬场，啥也无去做。南关线按永康到关庙龙家即大只，拢无殡仪馆啊，也无火葬场啊。这管区合并了，因遮怎溪南啦、南关线遮拢溢来咱府城遮嘛。所以唔该怎会去？个咱殡仪馆的面积
是台北殡仪馆加起来搁较济，啊，这台北殡仪馆哦，剩一馆尔，迄馆无到台南的一半。啊，台北市有够用，咱是还无够用。啊，台中市的殡仪馆加起来无咱台南的大，啊，是讲台南无够用。所以政府无要思考，无要去改善，无要去做嘛，迄政府的问题嘛。对毋对？啊，拢乱，无够土地，无够啊，啥物啊，场所无够，你去搞入体化啥物化？哦，就台北个是殡仪馆含葬仪，迄个火葬场做伙呢，啊，咱都有够，啊，是咱就无够，啊，所以市政府的理由拢袂成立啦。哦，包括讲，因咧讲迄个环保问题，死人敢会制造污染？死人袂制造污染吗？不管是氮粪扫，还是讲烧草啊，哦，烧啥物货，烧粪扫哦，迄拢毋是死人的代志嘛。拢外人做诶。你市政府哦，你无要管理，无要处理，啊，拢赖死人，对不对？你这太离谱嘛，对不对？这上问题拢出伫市政府啦，所有问题、所有困扰拢由市政府出来啊。所以恁就是一定讲爱全区保留。当然啦，哦，我一直坚持全区保留，咱这个坚持8档啊啦。对，好，那我们吴昭明理事长哦，近前嘛是阮媒体前辈啦吼，所以其实一直长期都有在关注南山公墓这个议题吼。好，安尼这边吼，咱的团体呢，伊是认为讲爱全区保留，但是呢，徛伫地方的立场，可能地方的民众吼，因生活伫咧遐都毋是这种感觉啊吼。像我们林美燕议员，你登记伫咧南区嘛，大家拢讲南区就是飞机的噪音啦，然后什么人家在出殡啦，然后那边有公墓啦，好像很难开发，所以徛伫恁南区的立场是毋是认为讲，咱南山公墓是应该爱开发的？恁的立场是安怎？其实我身为南区的议员呢南区的面积也蛮大的，我需求啊、万里啊等等，这东西是我南区的，但是我本身都有面临到的紧邻殡葬所。还有南山公墓、机场，而且我本身是从那当地的里长起来的，对，所以我们长期的在基层弄咧行，对啊，你体会上深嘛，所以我就讲，人不在其位就不抹其事啦，就是讲你无伫迄个所在，你就不应该，你就应该对这些事情你不去了解，你无法度了解嘛，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作为啦。同样的，你无住伫阮地方，你就毋知阮地方的问题。我常常开车转去的时阵，也是要出来的时阵，就看着南山公墓遐摇。现在我吴大哥我吴大哥嘛是真的是我的长辈啦因为我们好朋友不是长辈是好大哥伊讲的讲迄种政府的代志，当然政府的代志，但是这些政府是上是咱人诶，我们人民诶所选出来的政府。政府伊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今天才会面对南山公墓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规划。因为有看到足侪的问题在南山公墓里发生了，包括井盖的登革热的问题。最大的来源就是登革热。阮大安地区一站到登革热的时阵，有很多的就是罹患。我讲话，这个都是南山公墓内底无去管理嘛。你讲的政府来管，这政府就是要管啊，所以他今天来处理南山公墓的问题啦。不然是因为政府是上，政府就是我们这百姓所组成的嘛。面对我，而且像我们的南山公墓，伊本身是一个乱葬岗，400几栋人，进前因为伊是城外，在大南地区这个所在是什么城，伊常有城内甲城外嘛。伊常无遐咱好的一种环境，所以如果有人往生以后，伊就把这代人就是丢在南山公墓那边，一起城外嘛，就丢在那边，变成一个乱葬岗。南山公墓是乱葬，你应该知影就是我们中华南路在道路开辟的时候，包括我们西门路在开辟的时候，新都路开辟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伊是一个乱葬岗，内底叠床架屋，一顶不过一顶。有人跟我讲，这会不会影响了风水？周身伊嘛是带这种公物一直被累积在下面，一直压在下面呢。伊嘛想要去出来呼吸空气啊，伊嘛希望会当互人祭拜啊。所以伫咧透过咱公共工程的时候，伫看这些叠床胶这代的你看的骨头的时候，人骨的时候，伊该经历力的该进塔。
家己伫咧吹冷气，家己伫咧互咱款的送咧念经。你看，咱祖先会欢喜呗。我相信啊，任何一个人，伊绝对无想要互伊压在下面。我们该保留的我们保留，但是问题该开花一定要开花，是因为为着城市的发展，为着阮周边大家的生活的品质啦，还有啊，毋是讲阮生活品质俩，过路的人，有的人讲啊，我唔爱过夜啦，哦，没有，我要去你家我爱去过夜行啦，因为你要去跟我殡仪馆，你要去我殡仪馆的文化部，我唔爱去。这是路边的人，所以我感觉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因为时代一直在变迁，不然想要上太空，不然大家做咱地球就好啊嘛，是不是？好，是，所以我们是绝对支持，就是一定要不开花，要部分开花，该文化保留就保留。哦，是。啊，无我讲哦，因为像前一段时间呐，伊要入去看文化，我想吴大哥也好，吴老师也要入去看嘛。咱阮那殡仪馆就去去啊，就去帮伊除草开路呢，靠法度入去，靠法度入去啊！啊，你讲我要互咱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一些，你嘛爱甲带入去内底讲啊，这些文化是安那，伊要入去，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刚开会了，无要入开会。所以你应该好好的规划它。好，所以议员的艺术来讲吼，其实就是要开发嘛，无住伫南区吼，就长期这样子，根本就没办法发展。但是呢，该保留还是爱保留。对呀，对啊，但是在我们理事长跟团体这边，他们就是觉得说，应该。伊就是爱全区保留，好不要紧，因为咱大概吼讲着即个祖先的墓仔的时阵，咱拢会想着风水，对不？好啊，咱400当前，咱都有人在伫即个南山公墓，而且越聚越多嘛，那表示说，那南山公墓是不是一个风水宝地啊？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堪舆啊、风水方面哦，那请我们龙脉的研究专家来给咱说明一下好啊。来，老师你的看法？风水哈，当讲是咱传统的土葬。上介重要的元素啦，吼！我真拄则来到遮吼，已经听到古解吼，南山讲做乱葬岗啊，吼。哦，讲到乱葬岗，我想这是一个足大的误会啊。误会吗？是因为咱传统土葬的时阵啦，吼，一定有经过地理师来找地，来设计，是，还是看日。来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来选择不同款的方位，是。所以南山公墓的墓，伊无可能整整齐齐伫遐摆摆甲一个安尼，无可能哈。每一幕拢经过设计过。是。好，这种多样化的呈现，你即摆甲伊讲做乱葬岗吼。我想这是一个足大的误会啦。好，那老师帮那个南山公墓证明，不是乱葬岗，不是乱葬岗，看大家人的生辰八字对不？还有会心的、喜庆的来找风水地理来做诶。是。南山的好地理吼，会当讲是台湾堪武界一种公认的事实啦。伊讲时常有一寡风水团体拢要来南山公墓做考察。是。为什么来南山公墓做考察？是因为南山公墓内底有真侪特殊名人，甲企业家，因的祖先葬伫南山。对，所以这是一种公认的事实。因为我个人嘛，时常带一寡团体入去南山，来做风水地景的解读。好，南山这个所在，因为什么会接拄好到变成咱台南府城大部分祖先的大拢葬伫遐。伊会当讲，就是附属伫咱台南府城的墓葬区啊。伊条件就是伊有一条竹溪，竹溪为南山公墓流过去。这条蜿蜒的竹溪，甲伊的支流，来形成一定的山水。就是讲，这个100公顷的范围内底，伊的地形是非常复杂，这种复杂的地形，对咱一般农耕社会来讲，伊并不适合农耕。伊嘛并不适合居住。所以伫古早迄叫做无路用的所在。但是这种地形复杂的所在，伊就形成一寡风水宝地。所以南山公墓的条件，因为我从2018年行入南山公墓，我就是用风水龙脉的角度去解读南山公墓。咱伫台湾大部分大多数的墓葬区，拢是一块咱所谓龙穴，来形成一个墓葬区。但是南山公墓是一群龙穴，
一群内底有做些龙穴的对啊，有很多龙穴，所以这个所在伊的地理条件大甲咱府城相呼应哦。府城嘛是一块风水宝地，一个足好的城市，动脉条件所以南沙公墓伊多好甲府城，一个阴一个阳，一个子孙生活的地方，一个祖先安葬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所以南沙公墓它的确是风水宝地，是风水宝地嘛，吼。好，那现在就是说，咱台南旗舰户各有一寡南区的居民嘛，为着讲希望讲咱南区更加有发展啊，所以希望可以做迁葬啊，然后就是可以做开发啊。但是老师就你安尼来看，如果呢迁葬开发这个跟风水方面来讲，会不会说，迁葬了以后会破坏到风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吗？迁葬之后，那你跟这个风水宝地的连结就已经断裂了，就会断裂。对，就是它原来已经运作良好的这个风水宝地，然后跟台南府城台南府城可以说是一个人家称为福地嘛，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平安，然后生活步调很悠闲，然后人文风情很优雅，那这跟南山是有关系的。南山是一个地形很和缓，地气很醇厚的地方，所以这样涵养出来的台南府城的人文风情它是一个连结很深的，而且绝大多数台南城区的居民，他都有相关的墓葬在南山公墓，所以这两个地方这么深刻的连结，它已经是一个算是平衡的状态。然后这个迁葬会打破这个平衡，它会产生一些变动，但是是什么变动，那要做了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实验这是一个拿城市的命运来做的实验。所以我想要提醒府城的乡亲，你愿意用一个城市的命运来做这样的实验吗？好，我们谢谢老师提供的就是有关于堪舆风水方面对我们南山公墓的影响啦好，那大家参考一下。好，咱当然嘛，来听看当地居民里长是安怎讲的那有到现场去访问，咱即马就来看一段 VCR。我有看到迄个书方面几档就一边就登革了，几档一边伫遮拢直接起因的，所以讲环境卫生用好为讲并没有人滋虐就不会袂产生啊。遮拢有咧烧嘛，有咧烧一寡迄落库钱啊，有诶无诶，这制作迄个环境卫生佫减歹。足侪人里面拢咧讲建议啦，所以我嘛是希望市政府咧，会当赶紧来开辟。因讲咱遐嘛是以前嘛是拢边仔拢是做木仔埔。人遐拢总已经改善啊，非常好，非常好。是安怎咱遮有这？你若讲今仔讲遮就是做有重要的所在，几若百年，到你去问你去甲留起来 ，OK 吗？对毋对？村的遮就是爱慢慢啊开发，慢慢开发，就是算讲做西门路以西、永成路以东，遮都会当去甲迄个有需要桥的去甲桥起来。开辟做迄个做公园、道路，还是停车场。政府若认定讲迄是文化古迹，咱就爱保留啊，因为反正迄嘛是一个传统的迄个文化因为阮这是后代祖师，阮爱拜，阮嘛是爱拜安尼尔。你要把它迁走，这些人去哪里？对不对？也是个问题，可能进去灵骨塔。对啊，就进去。对，可是这里面的都还在2次，所以说。对先人也是不敬的。全台湾现在全世界啊，头前有写2字金门的，甲写2字平阳的都会来上济。本来是高雄上济啦，高雄的8点进去互清掉啊，即马剩南山上济。迄就是咱移民署嘛。咱移民署你都拢袂重视啊，你一个没有历史的，你要成什么国家？所以咱为这些街坊听起来啦我们有公平的去做真的是实际的调查，然后再简介一些啦那大概差不多是1比1耶，就是一半反对一半赞成。那大部分可能住在南区的民众，当地民众因拢希望讲会当做开发啦这可能是因为平常时像
议员讲的，可能大底去答，觉得说自己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哈。啊，不过拄则老师有讲到，如果呢，你若是改做迁葬啊，可能会影响到当地风水啊。针对这点，议员你的看法是安怎？我想在南山公墓里面呢，有曾经就是有道路的开辟啦，新道路这几档马上扩宽，我们西门路的打通，中华南路的打通，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风水的话啦。这几条路已经等了啊！他们讲我这一点啦吼，我是尊重吴老师啦吼。不过以我这个，我对风水我是不了解，但是我如果这样初步的话，我是以为是，我会认为这是一点。第二点，在1991年，就是8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公告进账了。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风水宝地的话啦，是咱大家去欢迎，大家来走。因为着要大家较好个呀，无所在啊，是不是？啊，没错，还是有啦，我还是有所在啦。那说的它不是叠传家屋，我跟你讲啊，事实上你这边看，你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有些坟墓都很整齐的，我用啊做水，但是在开发的过程中，道路开辟过程中，你真正凹落去哦，真正一定又去一定啦。然后它不是叠传家屋嘛？如果在过去，它是一个就是我看时间风水上面来总的时阵，它是一个完整性的。足侪所在，小金的一款呢，足侪个公墓，伊是新开发的公墓，伊嘛是安尼很整齐，像有的一个阮基督教的公墓，它是一个一个他们墓园都很整齐，非常整齐的。伊偶尔下较绝对无，因为他们没有在看风水嘛，有一个那个人骨嘛，无种嘛吼，无骨头嘛，所以你今仔你伫学的时阵，内底就是已经真正，我讲学的人真正学到两手啦。是好，是这样子。所以咱现场有两派声音啦吼。那我们要请教一下吴昭明理事长，咱知影讲恁3月1号的时阵嘛，有举办了一场祈福，然后甚至说要发动公投。这场活动你是不是先跟咱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恁的主办的意义是啥物？那是针对市政府啦，因为市政府是公告要迁总嘛，对西门路以西要迁总，阮就是要动，要走动的对啊，要动市政府嘛，阮拢用和平合法的途径去行，阮将来无违法的动作。对，那一天非常的和平。包括进前的提报申请文书调查啥物，拢是足平和，因当然因会我白讲阮安那嘛，其实阮拢足和平，对，你市政府动作足大，阮嘛爱回应啊，所以阮只好用公投，公投包括3月28日要游行，这是要唤起咱台南市民对南山的重视。要来动起来嘛！阮袂当互市政府迁啦，阮就是要做下动作，要紧甲动起来。头我咧讲几啊根骨头，市政府开发南山，毋是这个善心啦，毋是为着下骹的骨头要互伊安息，已经400档无代志啊！你得了完嘛，对不对？你得你是了完嘛，你讲有几啊定伫，伊嘛是已经安然自在啊。对，我举一个啦，西门路开西门路，我毋知有啥物意义啦。西门路啊，举西门路几啊条，我举西门路毋知有啥物意义啦。西门路开了，出足侪代志啊，可能在启动时代出足侪代志。迄阵捌请健康老和尚来做发挥啊，做发挥时。真正讲起来会起叫我皮啊！做发挥迄个时阵，其他所在无大雨，雨足大，竟然发大所在，发挥所在无雨，无雨，这就很神奇的。对，过咧发挥咧上顶的时阵，这阵金光一直去，咧超多嘛，你。拆西门路，干了偌济森林呢？怎遐卖冰晶嘛，就是卖冰晶，毋做大发挥，迄大发挥开足济钱啊！这我估计咧落，真毋通去动南山，咱为家己的后代因果报应足恐怖。
老师，那这样请问一下，就风水学来讲，刚才林美燕议员也讲了，那我开过几啊条道路啊，那你认为讲这影响到吗？开辟道路，伫地理人文空间来讲，伊是对顶面的这个风水产生影响。但是对量血量脉来讲，伊的影响是较小啦哈，因为伊是伫表面上施作。是伊并无真正去讲把这地理给破坏掉。所以这个部分比较不会去影响到，但是你们还是赞成全区保留所以今嘛呢，咱今嘛现场出现的声音就是两派吼，这个意见都无同嘛。那我们要请教一下科长啦就拄则所讲的可能吴昭平大哥、吴理事长呢，他们说他们就是要来反市政府的决议呀。起建户今嘛港公就是有公告到5月31号之前要签章嘛。那这个部分你是不是再说明一下？我觉得自救会这边可能有一点误解了因为我们从108年开始规划之后，就因为文资的原因，所以我们跟地方协调也开了公听会。那之后因为那个自救会这边提了文化自然景观的一个全区保留，那经过了5、6年的一个会勘，跟在去年的4月23号做成决议之后，他已经把整个自然文化景观做成不列册不登录基准了，因为它整个未符合整个南山公墓的空间的纹理所以它已经把它做成决议说，我们这个部分不再登录，不符合文化自然景观的一个登录基准。但是他有做一个决议，他希望说我们可以对墓葬群来做一个保留的可行性评估。所以说我觉得老师这边真的是误会了，因为经过了7、8年，也开了公听会，那也协调过，那跟老师也去会勘过这些老师都知道那会勘过之后，外面这些大概20个专家学者所做成的决议，那它就是整个对自然景观不保留。那不保留之后，我们才开启了后续我们西区的一个迁葬作业。那以上先说明。对，所以其实是有开了很多次会，还有学者专家啦那吴老师那个吴大哥这边我不晓得什么叫这国徽啦，我唔知道这国徽咧，因讲伊的，阮讲阮的嘛，就是立场不同啦，是不是？因讲阮听袂落，阮讲听袂落，安尼尔无国徽啦，对啊，将来无国徽啊，对不对？伊讲公调迄6当前伫迄个南区公所捌开一摆会啦，迄摆好佳在阮知影消息，阮去现场梁介议员、蒋介议员也有去，迄摆好佳在阮动来。无迄阵就要开发啦，阮也无去啦迄边说明会还是公调会了，就是要等什么伊赛，迄阵拢无文书调查，就要用咧这时啊开始讲文书问题，因就是本地就是要开发，文书问题是后来出来嘛，对不对？因讲我只有文书问题，无文书问题。逐当前我毋讲对，市政府咧，迄套话阮听足济啦，包括文化景观审查，我无方便伫遮讲详细啦，文化景观的审查啦，迄是足了然的啦，我伫遮无方便讲啦，阮袂当接受，我要文书议员，阮绝对袂当接受。好，所以咱今仔日会探讨这个议题的，希望来听看无同款的声音嘛，才互咱的公部人来做一个参考啦那老师你就像安尼你看像讲咱即马政府因为咱即马时代在变迁，咱做侪建设要起，但是呢可能拢会去卡着风水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会当甲咱建议讲，咱也咧做开发的时阵，是要安怎去兼顾着讲我们的开发跟我们的风水要能够做平衡呢？这个问题真正足歹回答。对，很难因为我个人是做公共风水、公共龙脉层面的研究啦对。但是风水它已经退出公共领域超过100年了。超过100年了。对。所以现在在公共建设方面，风水根本完全不是考量的对象，不是考量的项目之一啦。是，但是我的观察啦，我在近15年来，在进入这公共风水层面的研究，我就看到很多
公共建设跟传统的人文地理空间产生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的现象其实在风水上来讲，它产生了很多效应。这样子的效应呢，其实在各个层面在冲击着我们的社会。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古今中外都有，但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对，那我想一个尊重，一个尊重是必要的啦。就是因为地理人文空间它也是环境的一环啦，但是它牵涉到的是一种人跟土地之间的和谐，一种平衡，或者是一种心灵上的平静。对，它是这一个层面的，在精神层面的，非物质层面的，所以很难跟现象世界的公共规划做对话。但是一种尊重的态度，我想是必要的。那因为有这一层尊重，那它不只不会妨碍公共建设的进行，对，甚至因为人地关系的和谐，它更可能带来建设的效益。对，哇，老师讲这个很对。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尊重，包括说我们在发言嘛，我们尊重对方的意见，对不对？那我们讲我们自己的立场不一样没关系，我们就好好的来讨论。好，那今天讨论安内吼，那么希望讲未来是不是听越多的声音，咱找出共同找出更加好的解决的方法嘛？那科长是不是讲一下市政府未来啊，对于南山公墓这一块，就是近期内啊，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就诚如刚刚所讲的，我们现在目前针对西区这边来做一个迁葬。那因为它本身西区里面有一块公园用地，所以之后那块公园用地应该是会开发做公园使用。会做公园。对，那在整个殡葬专区的部分，我们也尊重文资的决议。那这个文资决议当然是对墓葬群的一个保留。那这个墓葬群的保留部分，我们开了很多次会那专家学者跟文资老师也是建议我们说，刚刚如果有讲到风水的问题，是不是以最小劳动为原则啊？那是不是要符合它的地形地貌下去做一个建筑？那整个历史节点的部分，包括那些个别历史墓葬啊、市定古迹啊，或者是说跟老师有去会勘过，他们觉得需要保留的部分，像有一些三角锥或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那边的部分，他都希望我们做保存的部分，我们都一并做入整体的规划。所以说，在未来南山公墓的部分，我们是觉得说，我们是会适度的去做一个开发。那当然是要在整个城市的发展跟在整个历史记忆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共存。对所以市政府这边的立场就是讲会做适度的开发，然后就是有一些文化历史的部分想办法来保留但是这是市政府方面现在目前的做法啦那林美月议员，你们这边就是坚持一定要整个开发吗？我跟你讲，我刚开始从那里，我们尊重文化，那我们不是一定要前期开发，就是说该保留我们也会保留然后该开发不应该不是就是没有价值保留的，当然我们就一定要开发它啦，解决我们就是整个城市的就是邻避设施的这些问题啦。那当然我刚刚非常尊重我们那个吴老师说的我们要互相尊重。事实上我们在地方上开发的过程中，在表达过程中，我们也非常尊重文资啊。你看我们等他等多久了，他们要去调查，我们就等他调查，从那个这个案子殡葬专业是从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规划，那个蓝图规划出来了，但是因为在规划的过程中，要执行的过程中，文资出来讲话了，我们也尊重他呢，我们都乖乖在旁边等他们呢，有时候非常尊重。那刚刚老师说的道路的开辟，它只是表面上开辟，它对风水事实上不会很大的影响。但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说殡葬专业金马其上面的一个开发年嘛，也是部分的一个开发嘛，对他们，对我想也不会真的卢总会去影响到风水这个问题嘛，那么严重。所以我干嘛讲尊重
大家真正是互相彼此尊重啦。今天我们委员会也开了，我们那个文资委员会也已经赞成，市府要怎么去做了，我们应该去朝这个方面去做了。我们地方上的问题，我们极力会去继续维护、守护我们地方啦，因为不能因为你不是住在这边的。你偶尔只会经过而已，你偶尔只会了解而已。你把问题当阮地方爱干对，唔对呢？这是不对。你要讲阮地方每一日爱面对什么问题？好，那科长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公告要迁葬了嘛？那迁葬这方面的话，因为咱家属迁葬可能缺骨啦、哪骨塔等等的，迄拢要开一笔钱，咱是政府这方面的保障吗？其实，在台南市的地方自治里面，已经有订定了台南市坟墓迁葬补偿费及救济金的发给办法。那在坟墓在7平方公尺以下的，我们是发给补偿费3万5哈，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哈，我们是有补偿费的发放的。那如果你不领补偿费的话，你要把捡起来的骨灰放进去我们的纳骨塔的话，在我们的公立殡葬设施，我们是减收80%的哦。是。那如果是由我们自己来指定位置的话，是免收的。所以这个部分在补偿跟安置的部分，我们都有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置的一个配套措施哦。好，谢谢科长哈。好，那老师你拄才有讲点哈，差不多100当前，那可能在开发建设啊，就已经不太把风水纳入进去了嘛，对不对？所以针对的这个咱南山公墓哈。即摆开发，你是不是最后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希望讲未来安怎做较好？因为咱你听起来全区保留好像不太可能，全部开发也不太可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像当初赖清德市长做出要处理南山公墓的决策，迄个时阵，咱大家并无介了解南山公墓。我从2018年行入南山公墓到今卖。南山公墓的修复运动，其实就是把南山公墓内底的状况，慢慢啦，互大家外界会当了解啦，咱讲到南山公墓，伊今仔日这个样貌的呈现，咱拄则为迄影片内底看到，伊迄墓并无足古早，墓嘛并无足大门啊。但是南山公墓的历史，伊就是讲咱规个台南台地，咱古早台南城的城外全部拢是墓葬区。这个墓葬区伫咱都市发展的过程中间，这个先人一步一步迁葬，到尾拢全部集中来到南山公墓。所以咱即摆所看到南山公墓这个墓，会当讲是集合着咱台南的开发史、汉人的开发史，这个历代先人。到尾拢集中来到南山公墓。所以每一门你看起来不起眼的墓内底，伊可能几十粒金豆，或者是骨灰。所以南山公墓伊所承载的，其实是咱规个台湾的汉人的历史。也是甲咱规个台南府城，这个历代祖先。这方面，当然，咱为规个较大的面向来看，伊所牵涉到是整体啦。但我尊重讲南区伫即个所在，伊地缘关系，伊会感觉伊对南山有一种嫌恶感。无啦，还好，不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面对的问题。但是因为府城甲南山的连接真正足深，所以这牵涉到讲。咱府城人对祖先的感情，这方面实在是很难割舍所以咱南山自从规划了后，规划讲要有一寡迁葬的开发了，有真侪墓已经迁走了。但是也阁有真侪坚持要留落来，这就是讲，咱尊重先人对这个土地，因为古早人是入土为安。咱即摆的人安怎选择环保葬什么葬，迄是即摆的人的选择。但是伫咱的祖先迄个年代，伊是希望安土重迁，入土为安的。对，所以其实还牵扯到对祖先的一份的不舍啦。好，那吴昭明理事长啊，基本上你听起来就是希望说要全区保留，但是如果不可能的话，你感觉讲有什么方法，敢有法度通好存救的？
无存久的空间吗？安尼你表达你的意见看卖。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两个啦，一个对附近居民的干扰，第二就是土地处置嘛。对。南山公墓从来无影响到南区发展。我今仔有带2张地图来，来，咱来看卖。会当参考一下，这为什么安尼讲呢？公墓以前的地图是南区遮拢空的，遮几乎无厝，迄阵有几个部落盐埕，西树啊，个昆新，几个部落尔，你看遮加加过来遮，古地红架路几乎拢总空的，来，过来看。看一张，这地图毋是我做的啦。民国85年的地图，已经拢这空的所在是南山公墓，搁另外是分机场，其他拢总厝。你看到85年已经拢总厝。南山公墓从来无影响南区发展，至于讲干扰。你是爱准备买厝买住遐啦？我即句话我实在是足毋爱讲的啦。你是爱买厝买住遐？啊，讲这么咧话，我讲干扰阮的生活啦，啥物啦吼。过来土地处置，台南从来无欠开发的所在。要开发台南足侪空地，是啊，着爱去乌人的梦，尤其关市合并以后，空地愈啊侪。要做兵种设施，还是啥物，拢无要紧。你当住保卫所在嘛，是啊，一定要住南山。啊啥？地俗嘛，一门几万块啊，就甲你热闹啊，对。我南山含包括即马目前的殡仪馆开发利益可能超过1000亿啦。1000亿啦。啊，因是看到土地开发嘛。这是我感觉，这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土地开发，若无利益啦，无人要做啦。是。有党内拢半命都落去啊。所以我当然坚持专区保留。阮足侪动作，就是要甲专区保留。推动专区保留。阮认为一定会成功。这上天咧看。神也咧看，尤其阮过去投天各地，去几啊间庙宇拜拜念书文，这有应用，这毋是无应用咧。阮几当前捌去落府城隍庙，搁甲地庙拜拜，一礼拜后，差不多有30个新尊出来美市政府，真正。对啊，引起就是大家的开始会来关心来讨论啦吼。当然，咱今日咧相共啊，咱嘛是希望透过讲咱的探讨，引起更加多市民大家来倒提供意见。大家来看看嘛，到底说是怎么样的保留方式比较好呢？全区保留，或者是把它迁移开发，或者是部分保留等等。我想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大致是老师讲的，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那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们好好的来探讨做探讨，这样子才会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嘛。好，那我们的节目最后有一点时间，每位30秒来做个结论。来，林议员。好，我们一定会坚持南山公墓适度的开发。好，文化该保留保留，该开发就开发。是，殡葬专业区一定要有，因为这是不是干阮家的，阮南部人要用的，是大拢要用的，每个人都一定会用到的啦。是，殡葬所已经严重的不足，而且老化了，所以同时解决殡葬所的这殡仪馆的问题，一点开发南山公墓，唯有这样子。好，谢谢梅议员的意见。来，老师，你的意见呢？阮会坚持讲，南山公墓要专区保留哈。这是因为南山公墓其实伊是一个关系到人情义理的议题，就是讲咱台南府城是一个文化的古都，伊有真侪人文的资产，但是当初创造这个人文资产的先人，即马拢住伫南山公墓。咱即摆后代子孙
咧享受到这个先人伊所开创的人文资产的同时，要迫迁因所安葬的所在，这是关系人情义理的问题。这嘛是一个关系灵魂的问题啊！哦，咱是拜神的人啊，咱相信人有灵魂啊。咱咧讨论公墓的时阵，伊毋是单是石头，毋是单是砖啊，也是水泥所结合的物件。伊内底有一个祖先的灵魂伫遐。我想咱要讨论南山公墓的议题的时阵，爱甲祖先的灵魂的对待考虑入去。好，来，谢谢老师。来，理事长。我是感觉爱徛伫宗教、信仰，面对历史、面对先人的态度来看南山。南山也徛伫就无伊啊。这是目前海峡两岸上珍贵的一个墓葬区。世界有太济所在，墓葬区拢变做珍贵的文化资产。哦，包括甚至成为观光区。日本足济，欧洲搁较济，甚至美国也有，菲律宾也有。是啊，咱一定要甲这毁掉，毁掉就无伊啊！咧上过无天上，上过无站站。搁讲人口的问题，因拢无摕数据出来。南区的人口可能台南市成长上大的。东湖到这是成长10倍，因拢空嘴保持。你要讲话爱摕物件出来。南区的人口成长10倍，起码10倍啦。因为伊辖区有变嘛，侪人的所在拢是归入去中西区。好，升了10倍。是好，谢谢理事长。来，最后我们请科长。我想是这样哈，城市会前进哈，那历史也会留下。那是否要做的就是能够让两者能够共存哦？那让整个不管是城市的发展，或者是历史的记忆，或者是我们生命服务的一个永续哈，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永续开发的一个机会哈。好，谢谢科长。所以哈，我再讲一句话，一句就好了。毁掉南山公墓，这太严重了。我们没有要毁掉南山公墓，这一点我们地方上一定要澄清。我们哪里在毁掉南山公墓？这个帽子太大了。我们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去开发它，然后文化跟城市的发展是平行的。好，是平衡的。好，咱今仔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提供咱的意见。咱听到的讲其实有好几派不同的声音现场就是2派的声音比较大啦当然呢，咱这意见嘛是希望透过理性的这个讨论提供给我们市政府做参考，因为市政府要做决策真正是非常的困难这嘛是今仔日咱探讨的目的。再一次感谢现场4位贵宾，谢谢你们。好，咱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市民时下节目，伫遮告一段落，咱再会。谢谢。